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佛系 Podcast 成員 Melody， 歡迎收聽佛系讀書會。你有冇試過明明一早起身心情唔錯，但去到公司、學校或者搭車嗰陣，總有人講啲說話或者做啲行為，搞到你無名火起？可能係上司嘅無理取鬧，或者同事講嘢陰陽怪氣，又或者係學校啲同學明知你會嬲，偏偏要喺你面前踩界。有時可能係陌生人過馬路 cut 你線，然後仲要反過嚟鬧你，或者係社交媒體見到啲留言特登挑釁，呢啲情況避唔開走唔甩。但係點解有啲人可以好冷靜，完全唔受影響，而有啲人會即刻發脾氣中晒招呢？今日我哋就用一個佛陀嘅故事，睇下點樣面對呢啲挑機，學識唔接禮物嘅智慧。不接禮物的智慧。有一日，佛陀帶住啲弟子去到一條村落，沿途咁行宣揚佛法。去到村口，有個婆羅門對佛陀嘅教導非常不滿，一見到佢就當眾大聲鬧，句句帶骨，充滿怒氣。啲弟子聽到火都嚟埋，個個都忍唔住想上前制止呢個無禮嘅人。但係佛陀依然好冷靜，企喺度神色自若，完全冇動半點氣。婆羅門見佛陀唔出聲，更加嬲爆，大聲質問：你點解一句話都唔駁返我？係咪驚咗我啊？定係自知理虧，冇面目反駁？佛陀微微一笑，淡然咁講：如果有人送你一份禮物，但係你選擇唔收，咁嗰份禮物最後係屬於邊個？婆羅門呆一呆就答啦：梗係仲係送禮物嗰個人啦。佛陀輕輕點頭，同樣道理，你今日送我一堆鬧交嘅說話，但係我唔收，咁呢啲說話就仍然屬於你，唔會影響到我。呢句話一出，婆羅門即刻呆咗，眼神開始變得動搖，怒氣亦慢慢散去。佢終於意識到自己一直將憤怒拋出去，但係佛陀根本冇接住，所以受影響嘅反而係自己。佢深受震撼，內心懊悔不已，最後低頭跪拜佛陀，誠心懺悔。故事就講完啦。咁呢個故事帶俾我哋乜嘢啟示呢？佛陀教導我哋一樣好重要嘅嘢，情緒其實係自己選擇去接受定係拒絕。人哋要送你一份火滾嘅禮物，你唔收就仍然係佢嘅嘢，影響唔到你。喺日常生活入面，我哋未必可以控制人哋點對我哋，但我哋可以選擇點去回應。你可以選擇發火，可以選擇還擊，但你亦可以選擇唔受影響，繼續保持內心平靜。下次當你遇到有人挑釁你，故意激嬲你嘅時候，試下停一停，問自己一句：我係咪真係要收呢一份禮物？可能你會發現有啲情緒其實係可以放低嘅。希望大家鍾意我哋今次嘅分享。如果大家想聽更多佛學相關嘅有聲書或者節目，記住 follow 我哋佛系嘅 podcast channel 或者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。如果想參加我哋其他活動，或者就住 podcast 內容有乜嘢意見想同我哋講，都可以追蹤埋我哋 Instagram Buddhist.connected 㗎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